来讲农村水保署这个月有评选全台湾12出菜，真有农村的特色。其中台东关山农会美国学校因的碗公饭摕到银牌。台东县关山顶农会美国学校推出碗公饭，特色就是袂当竞菜，菜妈妈煮啥就食啥，用的是在地米、在地生产的食材，一碗大约6出7出的菜，而且每一顿的菜色拢无同，尤其是食甲四叫。真的吃到很乡村、很新鲜的一个食材这样子。这种古早味的碗公饭，参加农村水保署举办的第2届记忆当中的倒一味好料评选，因为呈现出早期农业社会做事人伫田里食的大碗公便当，互真侪人想起农村的生活，有庄卡的食食特色。这个月公布得到银牌奖。什么叫做记忆中的那一位？那后来想想，我们的碗公饭可能就是可以当做是那种，因为它以前是一个田间的便当。我们在推崇的是一个15里程归零的概念哈，它吃的是在地，吃的是回忆，吃的是我们乡村的味道。即马花东唱国的热气球活动已经吸引超过5万人次。关山顶农会希望热热旅游的大鬼会当推广碗公饭，互来到花东唱国旅游的民众，唔要烦恼要食啥，得当食到俗个大碗的好料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